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Inspires HK，我係文哥。今日呢集要同大家深入講下香港社會近月最熱嘅話題——網約車合法化。呢個議題唔只係交通問題，仲涉及投資、民生、政策取向，甚至係市民同政府之間嘅信任。香港政府去年已經通過《道路交通修訂網約車服務條例草案》，最快今年第四季會正式批出網約車牌照。初步建議係1萬至15000張，同現有18000多張的士牌差唔多。呢個消息一出，社會即刻炸開鑊。的士業界擔心牌價下跌，司機擔心生意被搶，市民就期待有更多選擇。過去幾年，的士司機一直對白牌車不滿，因為警方冇加強打擊未合法嘅網約車，司機覺得自己生計受威脅。有司機甚至自行放蛇去捉人，拍片上載，想迫政府正視問題。的士牌主亦曾組織司機聯署，反對政府批出網約車牌照，擔心影響生計同牌價。佢哋認為的士租金太貴，而且生意唔夠。司機月入可能只得14000至15000，有啲甚至要透過 WhatsApp 接客。如果網約車合法化，司機可能大規模跳槽，的士業界會進一步萎縮。的士牌價長期被視為投資工具，合法化後可能大幅貶值。市民最關心嘅係召車難、夜晚、落雨、機場、大型活動後的士供應不足，服務選擇少，一家大細出行帶寵物用電子支付，的士未必做到。價格問題，的士起錶貴，網約車平台可能提供優惠，所以市民普遍支持網約車合法化，因為有得揀就係老闆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宏提醒，要防止割喉式銷售，即平台用超低價搶客，最後令行業生態扭曲。的士工會認為1萬至15000張太多，建議3至4000張較合適，仲要求車齡限制縮短至5年內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，配額唔可以太少，否則市民依然召車難；亦唔可以太多，否則衝擊交通同司機生計。政府會建立持續監察機制，定期檢視市場數據，靈活調控。有議員建議，配額可以按現有的士數量嘅1/3至一半作評估。內地部門喺2025年7月就推動香港網約車如 Uber 合法化改革時，向特區政府提出核心指導原則。該原則強調突破現有持牌照壟斷利益，以市民出行便利、選擇權及社會穩定為首要，應站在人民的一邊，即係支持市民有更多選擇。仲有一個現象值得留意，就係有啲貨 van 走法律罅，以送貨名義載客。雖然暫時冇法例明文禁止，但已經影響咗的士生意。呢啲灰色地帶正正反映咗市民對交通選擇不足嘅不滿。方案牌照數量影響，政府方案1萬至15000平衡，供求有限開放，觀察市場再調整。Uber 建議3萬符合需求，減少等車，但衝擊的士市場大。的士業界建議3000至4000減少衝擊，但供應不足，乘客等車時間長。我覺得從市民角度有更多選擇，召車容易，服務改善係好事。從司機角度，的士租金高，人工低，跳槽去網約車係合理。從政府角度，要防止割喉式低價搶客，避免行業生態扭曲。正所謂個餅要有得分，仲要越整越大，咁先至保障到司機生計，又滿足市民需求。網約車到來係挑戰，亦係機遇。的士牌會唔會跌價？司機會唔會大規模跳槽？市民會唔會因此多咗出行？都要睇政府點樣規管，睇市民點樣選擇。我係文哥，記得幫忙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下次再同大家分析香港最新嘅社會新聞。